你好，呢個影片我哋解釋下 World Venture 香港獎金制度介紹，以白金會員計算，所有金額以美元為準。你好，我係 Millie Lam World Venture 嘅 IMD。夢幻之旅白金會員參加費用係300蚊美金一次性，每個月係美金100蚊。所有嘅費用咧會變成夢幻之旅點數，等你換翻相對夢幻之旅去玩嘅。一個會籍包括全家人，要注意啦，成為咗會員之後，只係有旅遊嘅優惠，並唔可以賺取收入嘅。如果賺取收入嘅話咧，就要加埋經營權。經營權係美金100蚊一次性參加費用，每個月係俾11蚊，就可以咧經營呢盤生意啦。所以有經營權加埋夢幻之旅白金會員嘅話咧，就係美金一次性嘅511蚊，同埋每個月美金111蚊啦。好啦，而家解釋一下我哋嘅獎金制度先。以下落嚟，我係假設大家成為咗白金會員，同時又亦都會成為咗營業代表，可以賺取收入嘅。第一個獎金收入叫做直推獎金。當你介紹一位白金會員嘅時候咧，就係得到美元50蚊嘅 cash 同埋200夢幻之旅點數，等你換翻去玩嘅。好啦，如果你介紹咗4位直推會員嘅時候，會得到一啲現金，而且得到夢幻之旅點數。不過最特別嘅咧，就係記唔記得頭先講過111蚊嘅月費啊？如果你有4位直推嘅活躍白金會員之後咧，呢個月費咧就以後都唔需要再俾噶啦，係永遠啊！只要你 keep 住有4位活躍嘅會員之後，就以後都唔需要俾自己嘅月費啦。同埋咧，達到4位直推會員係並冇時間限制嘅，即係話你可以1日、1個月、1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達到都冇問題。總言之，你達到4位活躍直推白金會員之後，下一個月你自己嘅111蚊月費就以後都唔需要再俾啦。好，第二個獎金叫做個人直推特別獎金。喺任何連續28日裏邊直推3位會員嘅話，你會得到100蚊美元。喺同一個連續28日裏邊，每次再直推3位會員呢，就會再得到額外嘅美元150蚊啦。第三係團隊獎金，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獎金，而且係我自己特別中意嘅獎金。直推4位會員之後，每一次咧，當你嘅團隊幫助你左邊達到3位新會員，右邊達到3位新會員之後，會成為一個對碰，每一個對碰會得到100或者200美元嘅。特別注意喺頭8個禮拜之內咧，你嘅對碰收入會特別多嘅，會成為200蚊一個對碰，所以咧會鼓勵大家喺頭8週裏邊更加多嘅行動咧，會得到更多嘅收入噶啦。少少解說下。當你參加咗之後咧，你會有一個位置嘅，你可以放你嗰6位嘅直推會員咧喺左邊同埋右邊，左邊3位，右邊3位。如果你唔清楚點放嘅話咧，可以問你嘅直推介紹人或者你團隊裏邊嘅領袖，我哋好樂意幫助你嘅。左邊放3位之後，右邊放3位之後，會成為一個對碰，你會得到美元100或者200蚊嘅美元收入嘅。好啦，少少嘅總括先。當你一個月裏邊介紹咗6位直推嘅白金會員之後，你總共得返750蚊美元同埋1200夢幻之旅點數。點解呢？係因為每一次直推會得到50蚊美元，所以6位嘅時候咧則得到300蚊美元啦。個人直推特別獎金28日裏邊直推咗6位嘅會員之後，你得到250蚊。如果你有6位嘅會員，左邊放3位，右邊放3位，形成咗一個對碰，會得到200美元，所以總共攞返750蚊美元。記唔記得你參加時候俾咗511蚊呢？所以你而家呢盤生意已經回咗本噶啦，而且仲會得到1200夢幻之旅點數，同埋咧記唔記得你免咗月費？所以咧你有免費夢幻之旅會籍，同埋一盤免費生意，完全冇風險啊！好啦，而家繼續落去啦。你嘅團隊會一路發展落去。當你嘅朋友介紹其他朋友，或者朋友介紹其他朋友嘅時候，每一次你左邊有3個會員，右邊有3個會員嘅時候，會形成一個對碰，再得到100到200蚊美元。一路落去，又會再得到一個對碰，左邊3位，右邊3位，再一個對碰，得到100至200蚊美元。因為一路落去係沿此類推，去到任何我哋公司開發咗嘅國家都可以嘅。一路落去，每一次對碰得到100至200蚊美元。嗱，少少嘅提示啊，每個戶口咧，團隊嘅對碰獎金每一個月咧可以高達10萬蚊美元㗎。好啦，下一個獎金係每月嘅被動收入，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獎金嘅。當你嘅成個團隊咧達成咗左邊15位白金會員，右邊15位白金會員之後，你就每一個月可以得到每月嘅被動獎金啦。要注意，並唔係你個人直推咗30位會員，只不過係你可能直推咗幾位會員之後，佢哋一路介紹其他嘅朋友。當你成為咗左邊15、右邊15就得噶啦。而家開始咧，每個月咧都會收到被動收入嘅。要注意啊，每一個戶口咧，被動收入嘅獎金最高可以達到5萬蚊美元㗎。好啦，第5個獎金叫做旅遊獎金 Travel Dollar。
記唔得每一次左邊3個右邊3個會一個對碰。嗱，當我哋去到每第6個對碰嘅話，即係話第6個對碰、第12個對碰、第18個對碰，沿此類推之後呢 instead of 攞到現金嘅話呢，就會得到美元100或者200蚊嘅旅遊獎金，等你換返去旅行嘅。呢啲嘅旅遊獎金可以用喺任何嘅旅遊上邊，包括換取夢幻之旅、機票、酒店、租車，甚至乎並唔喺 World Venture 網站上面訂購嘅旅遊呢都可以嘅喎，只要攞返張單據 claim 就得㗎啦。1年時間裏邊要用咗去嘅，等你可以得到更多旅遊嘅經驗嘅。第6係培訓獎金，我哋公司有好大型而且 world class 嘅培訓，一定要參加培訓啦。任何連續28日裏邊直推3人嘅話，就會得到美元50蚊嘅培訓獎金。喺同一個連續28日裏邊再直推3人嘅話呢，就會再得到美元50蚊嘅培訓獎金。每一個月呢，喺最高得到100蚊嘅培訓獎金，用喺我哋公司特定嘅大型培訓活動上面㗎。好啦，第7係汽車獎金 Car Bonus。當去到 RMD或者 NMD 嘅時候，每一個月咧可以攞到美金1000蚊嘅汽車獎金。當去到 IMD 之後咧，每一個月可以得到美元1500蚊嘅汽車獎金。第8個係房屋獎金 Housing Bonus。當你達到 IMD 之後咧，每個月咧可以攞到額外3000蚊嘅房屋獎金。第9係輪子獎金 Wheels Bonus。呢一部分要特別留意啦，因為咧好多新嘅會員，甚至乎係第一個月參加嘅時候，都有機會攞到輪子獎金嘅。輪子獎金其實分2階段嘅。第一個階段，當你團隊喺一個月裏邊達到總營業額美金3000蚊嘅話，即係話介紹咗成個團隊介紹咗超過8位新會員嘅話，而且你個人直推有5人以上，每一條線封頂喺美元1667蚊營業額，咁你就會額外得到美元300蚊嘅輪子收入啦。少少嘅解釋。假設你有介紹咗6位嘅直推會員，佢哋每一位再介紹1位嘅直推會員，咁你嗰個月咧就達到超過8位嘅達到超過8位嘅新會員參加你嘅團隊啦，咁你就亦達到咗第1階段嘅輪子嘅獎金，可以攞到300美元嘅獎金啦。輪子獎金嘅第2階段就係團隊喺一個月裏邊總營業額係達到美元4999蚊或者11250蚊，即係話成個團隊咧帶嚟咗超過13位嘅新會員。你咧需要有直推6位或者以上，每條線封頂喺美元2000蚊嘅營業額。如果達到嘅話咧，就可以賺取團隊總營業額嘅8% 啦，即係話攞到美元400蚊到900蚊嘅輪子獎金啦。少少嘅解釋。當你有6位直推嘅會員之後，佢哋介紹唔同數目嘅直推，你成個團隊喺嗰個月裏邊咧達到咗13位新會員或者以上，咁你就達成咗第2階段嘅輪子啦，可以攞到輪子獎金400美元到900美元不等。其實咧唔需要計算自己嘅輪子獎金嘅，因為你去到你嘅網站、你嘅後台 www.worldventure.biz log in 咗之後，你發現頂部你會有一台車嘅，你會顯示到你成個團隊達到咗嘅營業額，你會知道你冇超過第1個階段，或者乎去到第2個或者達到第2個階段嘅輪子獎金噶啦，完全一目了然，係唔需要自己去計算嘅。好啦，呢度有一個一覽表，寫明咗公司唔同嘅階級，有高級代表 SR。總監 Director、行銷總監 MD、地區行銷總監 RMD、國家行銷總監 NMD 同埋國際行銷總監 IMD。當然你達成咗 IMD 嘅話咧，如果你希望成為2次 IMD，可以做 Double IMD 或者3次 IMD， 有 Triple IMD 一路上去，係完全冇上限嘅。你會發現呢個表裏邊咧有達到唔同階級嘅要求啦，每一個星期嘅團隊對碰收入嘅最高啦，每一個月嘅最高被動收入啦，每個月嘅汽車獎金、房屋獎金，同埋咧，當你發現咧去到 RMD 以上嘅話咧，仲會有一個每年公司支付嘅非常豪華嘅旅遊添嘅。你留意啦，去到 IMD 嘅話咧，每一個 IMD 戶口每個月咧最高收入可以達到美元15萬蚊㗎。少少嘅提示先，如果你想得到更多嘅收入嘅話，喺參加12個星期裏邊達成咗總監 Director 嘅話咧，仲會有額外嘅美元5000蚊嘅 Director Bonus 嘅。如果你想知道公司裏邊
一般嘅唔同階級得到嘅收入嘅話，你可以 download 呢一個 income disclosure 喺呢個後台上面就可以 download 到噶啦。呢度顯示唔同階級最高、最低、中位數同埋平均數嘅收入係以美元一年裏邊計算嘅。你發現我哋公司嘅 IM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irector 喺2013年度最高嘅收入達到大概係200萬美元一年嘅噃。好啦，恭喜你，你已經更加認識 World Venture 香港嘅獎金制度啦。更加詳細嘅資料可以參考公司嘅網站或者後台文件。當然，一切資料以 World Venture 正式公佈為準。多謝你，我係 Millie Lam，公司嘅 IMD。如果你想得到更多嘅資訊嘅話，可以去到我嘅網站、Facebook 或者 YouTube Channel，我哋保持聯絡啦。